D4 Culture AI 笑爆你知生長。周日朝早，媽媽拎住剪刀擺好凳仔，準備幫四妹剪頭髮。媽媽話：四妹企定定啊，唔好亂喐。呢條劉海遮到眼啦，剪短啲好睇啲。半個鐘之後，媽媽滿意地點頭，靚女晒，可以影證件相啦。咁啱大丁從房走出嚟，頭髮又亂又蓬鬆，好似被風吹過3日冇理過咁。媽媽一望，眉頭即刻皺晒。喂，大丁，你頭髮伸到咁長，仲唔剪，變晒一個乞衣樣，要唔要我順手幫埋你？大丁懶洋洋咁話：唔使啦，我而家流行自然髮型，老師仲話我有藝術氣質添。媽媽忍笑：藝術啫，我睇你變咗個乞衣就真，成個頭咁亂，仲話型。大丁反問：咁你話頭髮生得長就會變乞衣啦？咁我考下你，有咩生長咗之後會變成隻雞呢？媽媽問咩變雞，你又玩咩？大丁話：係啊，生長咗就變雞。媽媽話估唔到。大丁話答案係 her。媽咪話 her， 點解？大丁笑到見牙唔見眼。her 生長咗就變 hen 咯，即係雞啊！YMX 提供香港、內地同埋新加坡嘅電商物流快遞、貨運及倉庫等物流服務，係你一站式嘅物流夥伴。請瀏覽 www.ymxexpress.com。邀請大家訂閱 D4 Culture 頻道。我哋除咗 AI 動畫笑話，仲有綜藝、短劇。另外多謝以下贊助商，下次再見。